这样2个。这会不会它会不会太老？太老这样就拔不起来，拔起来就是嫩的。太老基本上就拔不起来。你后面有一根，你拿那一根？那个太老了啊。我觉得在我人生里面，虽然我东奔西跑去了很多地方，可是在我比较需要休息啊，或者是说我觉得需要安顿的时候，我就会回到家里面来。然后我觉得土地可以给我的感觉就是一种承接吧，然后包容，其实就像家的意义一样。然后也因为我阿婆以前就是在这个地方，她带我长大嘛，所以我就会觉得回到家我就有一种很安心的感觉。这样，虽然我之前在花莲工作，然后又在美浓工作，我就是跑遍全台湾，甚至还蛮长时间也在国外的，可是我还是会觉得家里你心里面，你无论去天涯海角，你就是需要有个归属感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就是家。我的家就是在这个土地上，就是这里这样。比较大的就采下来，它就会再长，就再拔。所以我们家的高丽菜没了，高丽菜就没了，剩这一颗，还有采收起来的啦。哦，好，我想说过年不是要吃吗？对。从这条小路其实是会走到我们家的菜园。可是这一条路就很笔直嘛，然后就变成我阿婆跟我们走向菜园的路，然后这边就变成我阿婆最近的菜园这样子。所以我小时候很长时间是站在这里跟我阿婆聊天，所以他就会常问我说啊，那你以后要做什么啊？然后对未来什么想法？然后我那时候心情不好，或者是说我那段时间很失意的时候，就是高中的那段时间，其实有点不太知道自己能不能按照自己的秩序活下去，这样子，就是在迷惘的时候，我就是都坐在这个地方，然后看着我们家的鱼池，然后就在想，因为我真的很喜欢水，对，就是有水的感觉。然后我就觉得，虽然我是在群山环绕的地方，可是有一汪水池，它就好像让我觉得，好像心里面有一种平静的感觉。然后也是在这个地方，我阿婆会跟我讲很多人生的哲理。那很多人都问我说，我有没有什么信仰？我都会说我其实没有什么信仰，我的信仰就是我阿婆，就是我就觉得所谓的信仰就是让你心安的一个力量。然后我以前我阿婆在的时候，她就是让我心安的力量。所以对我而言，这个地方为什么充满回忆，或者是为什么这条路啦，或者是我阿婆从小看的这个，她一直很喜欢这个九重葛，就是这个花径，对我来说就是我就会想到她。所以我每次回家就是其实也是就是怀念我阿婆这样子。